电视台主持人係乜人啊？明珠，哎呦，100分，恭喜得奖！而且你摸石头只有逼啊！你会不会夹太大碗？你看你那一碗要怎么吃？这是2秒的事情。韩式是不是它甜会老桶哦？呢種邊哦？他要嫁到韩国，这当然要知道啊。我先生玄彬啊。其實我這道菜是煮給玄哥吃的。啊，玄哦，你为什么不直接煮给玄嫂吃呢？玄嫂啊，很喜欢是我老公煮，我就看他哇，煮。这老公我喜欢。哎，不是人家的老公这样很好，对。啊，出了两他就煮平肉哦，哎， 2马干肉，里脊，你的啊小里脊，我想说马干肉我吓到。这加分係哎，啊，而家到上咩筍絲咩？笋丝呢，妹薯条呢，啊，咩做得扁挑啦，係啦，挑咩錯事，還有口感好食啦，所以等於嗱，我哋去嗰邊看好唔好？係啊，佢等下。差唔多要嗎？差不多了。摸上嚟抗議啊！係啊，摸做埋先地兩邊摸。要扁了走马干，输人不输阵，帅哥打开。好，给张博先调味啦，這個给他调味，好，调味對，棒。棒妞，莫先害我哦，山珍海味全部都体会体会。这梁家阿姐的功劳啦。当然啦，你讲哎，老女人没有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跳。今日當歡喜又來到台中嘅哦。台中亞導演呢，其實有幾多客家人，但是他們就比較隱性。可是呢，最多客家人其中嘅台中嘅地區最多董事啊、沙港啊、新沙呢導演。故此今日我們就來到董事哦，來請料理熬你來共下來挑戰。董事聽到後講，因為我太喜歡這裡了，好多好朋友都要導演。那等一下讓他們慢慢介紹。好，讓他們介紹好了。馬上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錢玉鳳，其實大家好，我係鳳誒，大家好。李師傅你好，還有非常醬嘅龐建奇龐師傅。大家好，主持人你好。龐師傅你好。好，馬上呢，來分享到今日沉水炸了，我這邊呢係母女檔，分享到嘅係順比阿姨、老幼平，歡迎。歡迎。中獎好。我來紹介一下咱船河表姐妹檔，秀蜜回浪50季。大家好。來，還有沒中獎哦？哇，這個真挺漂亮的。哎，媽媽今日係乜嘢報名呀？媽媽報名誒。我每人來報名。啊？不是我們也懂會講客家話咯。我不是很會講，但是你怎麼會想要來報名？他很會報名，煮菜還蠻好吃的。真的哦，所以你喺佢全堂，應該都全堂做 C 嗎？沒有，經常做電腦製圖。哇，電腦製圖哎，哇好厲害哦！那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要都董事要導畢業必吃必玩的嗎？去東勢林場。哦，我是東勢林業園區。哦，嗰陣吼，關於另外啲上班，按上班人，啊個年紀又大咧，啊你要上到去到個菜市人，我會感覺身體當健康，當舒服。走，嗰時候都要導畢業，來到董事就是要放慢腳步。對，剛剛講到該東勢林業園區了，其實該地圖就動到好高嘅東西。來藍隊，換我們講一下，分工它。它的那個人行步道還不錯。哎，是很好走的意思。對，8點前去，然後空氣又好，然後沒有那麼熱啊。它的花開得很漂亮，你走完還可以到街上去吃小吃，你可以兼吃早午餐。對，你可以去找。剛才妹就講到荷花，有，它好像是全台灣最大嘅，係嗎？練髮嘿，東江。哦，一定要來還有咖啡好的，哇，然後老少少都可以去。這樣的老少少，哎，剛才要選一下，瘦，哦，胖瘦沒錯的，其實係所有年前做得起嘅東勢林業園區，其實動好高。冇唔錯，反正你花時間來到董事要投標，一定要好好停下來，慢下人嘅腳步。唔該，你先來看一下剔除料理食材喺乜街哦。兩下馬上就會打開了本大家看董事停錯愛食嘅董事哦。哎呦，我馬嘅皮款玻璃菜館，可以有做嘅。玻璃菜館要這樣講才香。玻璃菜館。玻璃菜館，為什麼？這樣才會香的感覺啊。好惡心哦。玻璃菜館，講看。玻璃菜館。
没感觉。哎，你闻过，你放回来。哦，不应该发现到了。吃掉。好。啊，今年牛年係嘛啥？我們就先來分享到今日做玻璃吹講嘅牛年，分享到嘅係夫妻房夫太子，分享。哦，夫太姐，一組藍對一組。哎呦，向上哇，係啊，馬沙團呢？你係對馬沙？我哋係董事企嘅十位長下。上尾窮嘅導邊啊，真的是我跟他們也很熟。社區哦，來老太啊，因為係你做嘅嗎？我不看你做嘅。係我哋社區嘅婆婆媽媽做嘅。啊，怎麼解？玻璃採光繼續凍豆啊，怎麼解？凍血最有名嘅。因為我們東市區離山很近，然後離山它也有盛產很多的高麗菜。那個玻璃菜本身就好。離山高麗菜。那個高麗菜如果在盛產的時候，它會比較便宜，然後哪怕把它拿來做成高麗菜乾，在它很貴的時候，我們一樣有高麗菜可以吃。哦。啊，所以豆的時候都攞把肉的殼先去剝皮，啊細細的，然後先切片了，用個水溜溜曬乾，曬乾了，將用鹽，用溜溜一水去滷軟了，過去曬。曬軟咧，將入紅，上面熱料都熟悉咧。啊，那毛病和平常一年還有叫佢越來越無。啊，更好食。係。它有米頭，對，它有米頭。好。可是呢，因為董事亞導邊老太講，因為亞導邊溫茶動態，我所種出來水果一聽懂好食，大白來家家水果啊、香菜啊都會甜粗較多，係水分比較多。可以係帶來乜嘅好料嘅嗬？來，哎呦，係煮湯哦！玻璃菜乾湯。誒，其實你要湯吼，最簡單嘅食材是會凍香嘅。哇哦！很沾啲嘅米頭，小盤誒。誒，像你要湯吼，差不多有煮油啊，把那個玻璃菜嘅乾啊，每次煮出來。對，紅拿出來了，先浸水浸下。細個跟鹽皮洗皮了將煮，啊煮可能要煮排骨咧，係要煮三層肉，也係要煮這樣子的。婆婆媽媽們有用炒誒，拿來包水餃，沒事的。哦，對，所以懂他們的，因為做到很神奇哦。已經看起來當像圓圓，可是炒過後，老簡單的玻璃菜用按切。對，真勁。右邊你知道好什麼？還蠻甘甜的感覺。還蠻甜的哈。大家不靠，全會用個玻璃菜煮東西啦，哈。不，之前是煮湯嗎？還是有煮什麼？湯用炒都好吃。哦。有時候，如果說像颱風季要來，你控肉湯也可以。對，它趕緊就用洋油風菜。對，你喜歡吃辣，你可以加個辣椒，像那個五花肉炒辣椒，超下飯的。哇！你會不會講到今日嘅菜名不已經講出來嘅？好，今日呢就嚟按針對玻璃菜乾來進行鐵管嘅挑戰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哪家嘅玻璃菜乾嚟到變化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曠野奇談。曠野奇談呢？你們是在講小說的名稱嗎？啊，對，綠野仙蹤。咩曠日費時啦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咱最近我做嘅料理係虱目魚蛤蜊菜乾湯。假時候，這個湯沒喝夠，等一下繼續啉。哦，冇問題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冇？有好，有一包加油咯，好。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來先來看我這邊咯。先看一下那個曠日費時。不是啊，曠野奇談。到底係曠什麼？曠野奇談，入邊我細細時節啦，我在山檔，安尼個帶去做東飯。安尼我媽媽種呀兩個高麗菜啦，拿起來啊來曬乾。入邊我即係因為講啊，嗰啲都廣告外人啊。所以我是想該講到曠野奇談的意思。都山檔標那個。啊，這奇談係乜嘅意思？奇談哦，奇只是係語助詞。哦。啊，談是從原來暗廣東。哦。啊，廣東是暗講嘅啊。暗講嘅談。哦，談妹。好厲害啊！
那动厉害的菜名呢。一名爱加分吧？加一分。啊，豉油啊，因为你大散糖加油啊，加起司的加散糖又嘛个冻死。岐山猪。又加嘛个菜，加嘛个菜。你啊，散糖的菜嘛。奇坛葱酱，安尼你啊，有咩係木米，有咩係散糖的菜嘛，係啊。哦，安啲啊，雞腳有咩係散糖的味素誒？咪做啲廣東戲啊。係啊。係。凍厲害呢哈。又平均面膜廣東話耶。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我會聽。你會講啊？不是很會講，因為沒有很標準。不過你有看客家天絲台哦？有。那你最後為客家天絲台主持，你會乜人啊？明珠。哎呦，100分，恭喜得獎。拍票冇？沒有，他剛已經回答完了。哦，他的意思說也有喜歡。都喜歡，對，不要勉強自己。哦，啊，我哋哈，該玻璃水做乜嘅糖果以後，佢變一下。黑車。因為我啲蝦煮嘅係涼拌嚟，那它的味道唔會就 OK 咯，唔會，所以按用緊梅啊，好來提味。好，等一下張都做啦，好。要獻物嘅東西，我哋菜館公司。哎，我哋呢種係好睇片嘅哦。佢哋嘅滷嘅時間冇強，又係切條，又係貴。因為有手包，一片一片。可是就你煮糖嘅話，不用幾多誒。我用嚟隻，看你的，看我是幾多，因為你要是米頭較長都菜乾加不用水。不說一片煮一片吃米頭係嗎？沒，你都睇就看哦，可比講你木卡有幾多概念啊？也是炒了浸，啊幾個醬，啊釀糟了，啊將不用落去冷水的。所以還是憑經驗。對，老人家牙口不好都煮開麵酥加滾哈。哦。所以該魚會切嗎？要。有時間的哦，吼。好嘞，好嘞啊，哎，好嘞啊。那我們現在要什麼技巧呢？可以再切呀。他剛剛說這個只有算分量呢，如果哦，pinmo熊的我這邊佔3份呢。冇問題，就懂回事了。你怎麼把那個辣椒弄得好像10大酷刑啊？有一些裡面很多是不同的哦。打工有這個民族街哦，買魚一定要去骨。對，是馬薩巴聽聽啦，現在只要沒有殼的，都只要沒有那個線的。我覺得找可能傭人比較快呢。前面摸石頭條不低啊。你會不會夾太大碗？你看你這一碗要怎麼吃？這是2秒的事情。啊，做乜嘅外用嘅虱目魚啊？客家人靠人較來，安尼食吼較唔驚人食。那別的魚就唔得咯。有油，煮完條較冇濕濕。哦，不用排骨啦。都唔是不用排骨，較香，不一樣的味道。一般攏煮排骨、煮牛湯，創新都用。哇！啊，等一下嘅魚我先入口嗎？然後直接不用下去。直接煮清。就是煮鮮魚湯。嘿。可是煮那個魚嘅湯嘅話，最主要就係魚係可以吃咯。可是就選這樣買嘅。哦，這樣買嘅。咁你有買嘅骨頭太太的冇？有，你處理過誒。你處理過，所以叫蘑骨。哇！太年輕，你總是都你家你弄死的。我在判斷男生有沒有貼心，就是看他買的呀。馬薩巴係沒有了骨頭太。觀眾朋友記下了哈，假如你有住嘅民族街哦，買魚一定要去骨。對，是馬薩巴聽聽啦，其他人冇辦法。現在只要沒有殼的，都只要沒有那個線的。我覺得找可能傭人比較快呢。男傭嗎？因為狂加片啦。哇！你切架西哦，特布皮。特布皮，你睇最好食咧，而且較甜哈。係，而且自己打油啊？該嘛該油？是我是食材。食材哦。所以我對兩個食物油啦。還有素菜啊，還講究。你哋要偷出來做菜嘅是錯嘅，我們這邊有素食達人。我不宜少，多少我不宜變一下哦。按時都得嘞。等一下。幾個係乜嘅菜？簡絕。幾個就是蕨類。蕨類。對，這也合乎在曠野生長的。我覺得這道菜哈打紅圈走得動吼，但是你怎麼把那個辣椒弄得好像10大酷刑啊？有一些，對啊，很美麗耶。秋天那種誒，曠野裡面它都是洞孔呢哦，洞孔。對啊，很像人家在荒野削那個竹塊，又要取火那種。哦。對啊。可是我當時食到玻璃吹管，然後做狼排，很有創意。應該要帶脫水機咯呢哈。因為俺也脫水嘅時節哈，喝過幾張。
完全是豆两个甜味，还有两个原味啦，原来的味道。只有看过家里洗衣机的脱水呢。这个就是食物专用的吗？对。所以大方嘅食菜像的糖果、猪果一下时候哈。穿烫哎，很专业的。我有做功课。做功课啊。用心。跟你每个人来讲啊，讲安尼第二只节目是客家人的哟哈。安妮说：“有诶水准哦。”哇！我跟你说，我的粉丝都很有质感。对啊，你还真。嘿，黑车。马奇。嘿，对，我不行，就住宿的啦。刚刚说这个是什么？马奇。华语很多鼻奇。客家话很多马奇。咩好睇啊，酸睇哦哈。咩？好，加钱按钮哦，好，加油。颜色不一样喽。对啊，温呢？我就会看面啦，看完脆，配完脆。哇！你果然加了3人份进去，不止3人份，这太战斗了。哇！哎，我等一下哦，每个人是故意挑贵片的那个安用写的。真的。讲颜色。懂茶法，哎，我这个油的。家下涂街后油嘅部位係姜頂下嘅玻璃菜乾會食隻吼。煮湯按油還有煮油，其實通就都較密，較脆較香。等一下除了干以外，還有幹嘛嘅？看個解完呢，咩水吼？米酒。哎呦，米酒。去腥嗎？對。我個安豆。你有做功課哦，去凍好久哦。可是你的糖我食到有酒味，真好食。天哪，这个我太愛了！我要吃2袋。會不會賣嘅虱目魚湯哦？摸不然大方的呢哦。沒有，客家人較好。不要跟我搶哦。好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要倒數哦，調味一下哈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看哪體管低度，哪一部卡米西較好食嘞？好了，那个玻璃菜馆拿出来煸发，2组非常的和谐。前冷色 Andy 嘅暗红色的仔菜酸仔菜，等下到了你的同，我们很漂亮吧？先夸赞一下吧。有啊，刚才没有广告那个其他不行的辣椒啊。真的不会辣。你有福利耶。中天咩？玻璃菜馆很车哦。家下食到雞係嘛嘅車？當場練過雞。荸荠。麻糬。哦，麻糬。这件同好食，我想到安用搭彼岸站的，色香味俱全，颜色本来漂亮，东西啊，美食嘞，很爽口，很爽口。你要挑腐皮包的玻璃菜馆，到底都按用吃，这样你才吃得出它的。还某时都挑腐皮了。我今天某时都挑腐皮啊。我真的没有吃到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刚刚忘记讲了。你会不会夹太大碗？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要喝汤嘞。对啊，那个这是2秒的事情。好 ，OK， 你表演好来。好了，等下台大线了，这个有写明珠姐的名字哦。等下也不记好吗？来，台大线了，另外。你看一碗要怎么吃？张伯谦真的一大口塞下去。因为整个冻好吃。他很夸张。哇，这个汤，那个汤是精华的。很齐的米头哦，呀，通头很好销魂。所以说家家户户一定要表扬他家嘅玻璃菜馆、鹹菜館。你放在家里面，你不但不会料理，你都会变成料理达人。真奇，容易就错诶。怎么看啊？好食都讲唔出巴嘅今天冻好吃啦。今我煮到老老的。煮好，对，刚才明珠姐是有讲到重点嘛，就是它这个汤头，有玻璃菜馆嘅香味，它有个虱目鱼嘅香味，然后加一点点的调味，听听。高丽菜干就是把那个鱼肉的鲜甜衬托出来，干起来就是甘甜，很解渴。真的，就像转角遇到爱，对不对？好棒！可是2道菜都是暗后生，其实你们可以合作哎。可以合作都得。好了，七师傅刚好偷偷皱了一下眉头。怎么办？你有冻难熊嘞，因为冻难拼的呀。等下看一下，我也不马杀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都留好，拿下这个料理神器，就会玻璃菜馆编发出2种目标用的菜色。先看齐师傅抢本书。好。Yes。
因为可能好，等下看一下胖师傅强不服输？你们是不是不够？还要再吃一条吗？其实不公款。其实呢，两片做的都很好吃啊，都不错啦。按想法是讲哦，这道菜有没有合普遍啊？因为做咧改变一个做法，该高丽菜干了炒下，啊，用个虱目鱼用脆的，这梅头是就倒该虱目鱼肚地粉。啊，第二片应该是本地还有创意安用庭，传统的做都冻好了，再加一点点创意巧思啊，很美安用啊。哎，汤师傅，徐师傅讲的错哦，我买迄两片哦，东南盆，两片哦全部东好吃，这个风吹的眼睛迄加创意。其实我们名字也取得很好，叫什么？旷野奇谈。对，旷野奇谈应该有共同。我们旷野鸡汤说不定就赢了。但是，感谢咱们董注意南水的同条，真言同三的。好，不过呢，点下唔怕，玻璃吹管看那起来呢是一个你不用讲昂的地度看起来不起眼，可是呢，它真的是奇谈哦。马上就来看那今日齐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而搞大家嘞。总铺素卤菜。好，大家其他的时间哦，头前呢利用玻璃吹管来做变化，齐师傅带来的吹苗是嘛嘞？高丽菜干炒年糕。哦，好呀个年糕，摩克龙的年糕哦。怎么样果面果街走在学的个东西。你系韩式年糕啦，哈。哦。那这介绍咧，系高丽菜干。嘿。哦。啊，你系年糕，韩式年糕嘛。有广告嘞。有广告呀。对，上一个才讲的。啊，你有冇教人哋冇？扑克牌，唔系扑克牌，你系韩式鱼板，洋葱、葱头，你系韩式辣酱、辣椒酱，又叫甜甜的，啊，你系起司片，这是韩客料理喽。韩客料理，首先我先拿倒去加热哈，瓦斯炉捞砂锅没做的，然后我本来有大概砂锅落去，因为该砂锅油啊，然后准备加热，哦，这样就弄葱哦。听说会切到鱼丸用，系吗？嘿，切到鱼丸用。你咪做一切啊，台底对我一边变到另一边咪做得啦，一边用。珍姐，因为款地做的菜，唔系款地的面。他被你迷到。好 ，OK， 你系高丽菜干。徐师傅做不下去。唔系，好，有高丽菜干，從一條聲咱講過咧，高麗菜干浸過水啊，撈去炒過，炒過撈去梅頭鹹過出來，干锅炒，很可，也是有加油啊，因為幾位很會吸油。其實兩道菜都簡單啦，啊從一條而家做有高麗菜干，因為做咧用泡菜時間咯，泡菜鍋嘛，啱啱你係因為自己嘅高麗菜干，所以應該是用高麗菜干來做。錯，韓式的就會用泡菜啊，哦。泡菜哈，你我們有點客式的，香味出來了，有好香哦，有味道。哦哟，好香。把妹。你忘记还有个妹？还有个妹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的高丽菜干可以外销韩国。哎，走对而且就是发挥巧思到可以做变化，因为做的变成客式，而且也都是一种保存食材的奉献。怎么个干变水啊？因为爱做泡菜锅馍啦。纯粹是因为刚才装的冰水。自来水没做对啦，唔怕哦。然后韩式大酱是做咧变下去，可能有是吉辣。佢喺一種讓按到個韓式辣椒粉去下辣，啊，你係從個韓國嘅味噌恐龍。哦，好香味係嗎？很好辣。做啲試款係嗎？呢個試款啊？甜甜係嘛？誒，其實唔會辣的，唔會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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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唔會辣。它有發酵的味道。誒，其實上個味噌恐龍意思啦。它有發酵。是八公吧？哦，你啊，莫打爽。哦，嚇見我。我等下年糕，用下去。哦，哎，師傅，小干年糕有限煮過嗎？不是，你直接下的時候咧，這個是一般人家外面退冰之後就可以放下去，是不是？調油那個下哈。調油。韓式是不是它甜會老桶哦？嘿，這種地咯。哎呦，好，他要嫁到韓國，這當然要知道啊。我先生是玄彬啊。其實我這道菜是煮給玄哥吃的。啊，是。對，玄哥吃。你為什麼不直接煮給玄嫂吃呢？玄嫂啊。很喜歡。是我老公，我看他哇，这老公我喜歡。哎，不是人家的老公啊。這樣很好，對。啊，出料理啊，他就煮平肉哦。哎，你要買個肉。你的啊？你的，我想說馬根肉，嚇到，這個加分哎。
你不要看我拿刀子就不敢讲话，好不好？做得讲下。要有呼吸吗？有。呀，韩式鱼板它冻压是熟的，所以爱要水梅人冰。哦，安迪爱用我冰气死你啊？因为韩国。好呢哦。好，等下鱼板冰下的。煮韩国年糕嘅时节，係咪總得煮長久啊？嘿，它是不會爛體啦用。不會爛體，所以火候控制到動火。一般是小火慢煨嗎？小煨就好。哦，慢煨就是英雄了哈。梅團是差唔多咯，個冰70片，你咪做得按樣直接冰下去是做得嘞，按你底下冰未做得。按個為咗醬油啊。哦。好。哇。來咯。哇，太好香了！我怎么觉得要打一颗蛋的感觉？四季香槟哇，好像来写信息後開門嘅時節咯。大家加油！看到比比啵啵呢，看你比啵啵吼，按是萬心咯，高麗菜乾炒年糕，按用就好食咯。料理啦，宴客料理都带那一组的 set， 先来出题目喽。好，题目係好，高麗菜在蔬菜界有乜嘅支撐呢 ？A. 小人參 ，B. 高麗參。先来猜拳，还中灯哦，先猜拳。这高麗參會不會是陷阱啊？先猜拳吧，先猜拳。哎，拍嘛啥？淑珍姐啊，美惠姐，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他会猜对。好，马上我出轨了吼 ，A 还是 B 的？出轨了，等下我去换轨的。好 ，A， 哎呦，你为什么想选 A？高麗參較貴哦。因为小人參是一般平民的可以吃的，高麗菜是大家都可以吃，吃得起。高麗參是看人吃，平民小人參是不是讲的是平民人參？讲的黑裸配嘞吧？裸胚也是啊，裸胚类也是，玻璃菜也是。我觉得我们姐姐讲的又超高，头力就丑啊，高丽菜也顾肠胃啊。好，对，讲了这么多，等一下会不会被打脸呢？都在答案係 A， 也係 B 呢？答案係 B， 高麗參啊！高麗參哦，不是平民嗎？沒關係，我大家一定要分藍隊吃。講一下，怎麼解嘞？因為咧高麗菜有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、繞鈣葉酸及多種的礦物質、繞鈣維生素，是價錢親民、營養價值又高的超級食物。又該高麗參之稱，小人參是指鳳菜頭。所以答案係 B 哦，沒關係，淑珍姐、米菲姐，我們剛剛開 B 討論過，我們決定分你們兩個。哎，兩個，沒散到，因為要加起司，等下會片細哦。柚平懂會煮料理，像你煮本來也是做煮料。會，我會去就是查一下菜單。真的？哎，那你就做過韓國嘅料理嗎？韓式的？韓式鐵板式料理沒有。我跟你說，買那韓式鐵板很好用，就是說烤肉那種嗎？對，然後就說不用給起司。或是假設你喜歡賣哈，輸的話也有可能沒做得得到。啊？輸的話也可以有得到的機會啊。就如果不想花錢的話，可是應該得2分的。哎，對呢。應該還得到2分的，然後又是他們贏。哎，這個真的很厲害，因為係標下架玻璃菜乾，哇，很沾的哦。妹妹講強辣啦，都好辣，啊要加起司落去，又鹹味，很辣。誰應該沒走在水裡啊？哈。我覺得它的起司跟年糕搭配起來，就是可以沾到這個高麗菜乾的香味的時候，特別的下飯，然後好吃。這高麗菜乾分量該按襯托起來的話，整個高麗菜乾就加分的。加分的哈，因為很卡車，很卡車，香好深，香濃。啊，過來有個起司哈，西式料理嘅米頭肉，焗烤那種，真的有加分哈。兩位姐姐，都好吃。用白後生，你要逼我們形容的喊卡後哦。年糕 Q，
酱色的是辣辣，年糕像 QQ， 效果爽美爽美。东梅吼，高丽菜干的较甜美，回甘和些麻痹。其实哈，比个韩国的炒年糕还要好吃。而且你会想唔到，原来呢，要保利菜干做有安样的变化。古时候观众朋友吼都不开始接，你有嘛食材做老几上看呐，它可以有从刚刚。南水做的迄传统的汤头，可是给你多一些考试的把上看，你做用来替换，出冲下就有创意都要力度，那就很容易在比赛的时候胜出了。所以待会最后一关你要加油了哈！加油！好，马上呢就有金行最波米馆挑战。爱是太中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係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，今日要嚟出乜嘅題目嚟考大家呢？先看一下菜色係乜嘅。哦，日本人的菜色咧，顺时会双夫，就是切笋丝啊，切菇儿是好的嘛，会就加勾芡嘛。哦，係咩啊，勇哥？應該係啦哈。好，來先來啦，來，馬上先。通常哈，凍屋料真係好幸運嘅，看一下。好，1、2、3，提上蓋。哇！重盤啊，重起來擺醬時候，看一了。第三個。1，讓係嗎？3，还有提米盖，哎呀，炒，好，我们已经蓄势待发了哈。好，艾利伟逆转胜嘞！好，马上就有金行最杯米馆挑战。料理接力赛马上就来开始金行的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啊，这，来。好，来看看我这边吧。你要摆係旷世奇談嚟係哦。我們用拔的哦，來看一下。怎麼個有用拔嘅？因為用拔嘅嚟講哈，它這樣不會傷到它的纖維，這樣還會有黏味。通常不規則的東西比較黏味係嗎？佑平平常吃豆腐卡懂好煮出來哦。我很喜歡吃而已，很喜歡。是我老公煮，我就看他。哇，這個老公我喜歡。哎，不是人家的老公啊。這樣很好，對。跟牙嘅素妮細細都聽媽媽叫我烘的嗎？就是耳濡目染這樣看。耳濡目染，吃多了就會，對不對？是的。手就給東西成為一種拔嘅係嗎？嘿，會這樣。哇，那你的指甲可以拔竹筍不簡單。哎呦，厲害咯！竹筍就是那種切的嘞。用切的哈。今日做的係松菇，你們有3菇哎。香菇還有提味。哦，對，最主要係比較常用誒。沒有人要接六婆的梗嗎？那本來想個加上個爽的。不想跟你同。寮過菜嘅辣椒也是接受過什麼酷刑嗎？哎呦，黑的。哦，這是你們家特別的做法，是不是？辣椒，你經過哈，你直接吃都得。它那個椒，那個辣椒嚟講，你對也是一個營養。它稀很高，所以它提會濕度給引溶，而且這個也是會襯托給顏色，會較亮。好，我們等下再過來了。等下過來了哈。穿燙一下這個。哎，我們也是3菇哎。哎，你看這啊，這跑席啊，這很有歷史哎，我們家也是那個木頭的。對，那因為東年的哈，那個不是打算盤的哦。沒有，會打到流血。沒有，同埋佢都嘅竹筍哦，對，味覺都有豐豐嘅。筍有很多種，綠竹筍、麻竹筍，還有甜筍。那早上剛採的，那我們選的是哪個筍？甜筍，甜筍。哦，對，較甜係嘛？較甜。啊，出料理啊，佢就準備肉哦。你要買個肉？里脊你的啊？小里脊。我想說買個肉。我嚇到。這個值得加分誒。那個布鵝係嗎？對呀。然後哈密。對，有海鮮味啦，也有那個酸菜味。我知道了。可以的，爆香。哎呀，叫我爆香。不行，還冇。所以按用看起來，我們的邊香應該走在邊都動跳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第二棒我馬上。豬肉先來。第二棒，去到幾粒豬3隻。哦，緊張。這個才有接力的感覺。要緊張到哈，因為用筷子炒嗎？
该大一点。哦，大一点。水台系240。哦。竹笋爱通过吗？不用比较潮嘛哈。甜比较炒，甜笋是。该下竹笋就切过的吼，你还竹笋好吃，超好吃。该是都会腐腐吗？唔会，甜的，都甜笋的哦。嘿，它在泥土里面内底位。你还干嘛？对。蒜头最后。好，先不给炒一下，等一下我等下闻香再过来下嘛，好不好？等下过来哦哈。好。哦，等下做嘛个？哇，竹笋。哦，竹笋是会调标哦，外是冻香的。你怎么地了？之前有达人介绍过。有吼，这都是聪明的呢哈。神哟。你有厨师帮我没做对啦。有冇？冇啦。你不要看我拿刀子就不敢讲话，好不好？做得讲下。该有呼吸吗？有。讲讲会保持最高品质。对啦，俺要空气切出美在艺术，俺就是天天的在控制好嘞哈。用切是好嘞啊。所以等下香菇会生冰，香菇先干煎是炒的吗？要香菇先冰落去，要加油，要加油，要加点油。好，香菇都会冰落去的。该温度做的吼，80度。做对吗？做对。啊好。佑平，你不要皱眉头。哎呀，你为什么那个表情怪怪的？哎呀，我在紧张。你在紧张啊？哎，其中马该得到2分呢。嘿啊，水手的香粉。嘿。啊，你要切一片一片。好，好嘞吗？唔算泡，系做得，安尼做得。啊，竹笋有10个安尼，那种脆糕诶，哦，有整个诶，整个诶。等下你切是像卡，安尼10分个块的按出，啊，这样有口感。你葱油哈是唔全味头。对。竹笋係用嚟切架中嘅一用嘅嗎？要竹笋係草本一張都市場買嘅。切絲嘛，哈，葱塊嘅，係葱塊嘅按住，嘿，哦喲，切到1號哦，係哦，厲害咯！你要做成咩筍絲咩？筍絲呢咩筍條呢？妹做得扁挑啦，嘿啦，挑面不错是，还有口感好吃啦。这道菜呢，其实有改名啦，改名叫做酸辣汤的料。对，我也觉得。还可以做竹笋包，所以等你嘛，我哋去嗰邊看好嘛？差不多有冇？差不多了。冇什麼抗議啊，冇做嘛，先地兩面冇。要扁了走嘛干。输人不输阵，帅哥打开。好。你要做成咩筍絲咩？筍絲呢咩筍條呢？妹做得扁挑啦，嘿啦，挑面不错是，还有口感好吃啦，嘿啦，口感没好吃啦，口感没好吃。因为安尼基本係肉筍嚟講，安尼要揾佢較甜。我們還是要符合每一個食材，要給適才適用。你不能夠被字面上的亞給斯限制，這樣怎麼當廚師？可見他是有受到紅綠燈的影響，紅綠燈改變呀，變到幾嘢才創意上班嘛，哈。好，哎，甜甜圈一起好，好，來看我切菜啊，對，等下演煙哦。開始炒了哈，全加落去了哈。OK，你的第3棒就盛盤就好了。對啊，所以給它炒哦，等下應該是夢事情做的。第3有菇啊，菇啊，哦，菇蠻加啦。哎，像你要透出來加水嗎？要。那我們剛剛現在就別個個5步2繞哈米的哈。給它炒，等下炒到水變多了，應該是翹2郎腿的。哎呦，你朋友按簡單咩？3、2、1，好。加水。你用聽還是聽哦？好。聽嗎？再一點。還要嗎？哎，你的好吃哦。好 ，OK。好吃。沒有，你要它長得順勢啦哈。哎，我已經說過了，要適才適用，不能被字面上的字限制。好，啊，你還要做乜㗎？你做得講，動緊裝哈。沒有那個蓋起來。你不要拿啦，一拿緊就當緊走。係啊，即係蓋，等下差唔多都菇得飆落去。好，菇通咗。啊，你要水太火做得麼？對。啊，你還叫做乜㗎？看熟咧。哎，對啊，你要幹嘛？啊，叫做乜㗎？翻佢煮嘅。等下飆落去啊！飆落去啊！馬個細隻。差唔多順，差唔多要燒嚟都飆去煮。
哦，所以还有电机哦。对，佢電下。所以電影嘛，我哋去嗰邊看好係嗎？啊，佢電下。差不多有嗎？差不多了。冇上嚟抗議啊！係冇做埋事先地點咪冇。輸人不輸陣，帥哥打開。好。沒有變化。有啦，笨笨的。我哋外機管幾時外管哦？阿姑倒落去，有射過你嗎？有射槍你嘅。你有這麼愛乾淨嗎？我啱想講摸子清走，應該是射骨好咧。係啊，射骨啊。有放鹽了嗎？還沒有調味，還沒調味。姐張博先調味啦，給他調味，會棒的。你幫他當糖嗎？忙啦，忙莫先害我哦。你要多少係會哦，吼。對，會，我用班會，很會啊。很會，應該就是同街片，唔會參嘅。哇，你看，漂亮吧？我們有那個有沒有香菇絲，竹筍絲，這個是不能比較的。它看起來就是絲，你總不會講它是壞吧？對不對？錯。對，這是比較之下，你這個給它用絲耶，就是他們太絲，不是我們不絲。哦，哎，講咪又道理哦，當然的。那個我們的韭菜，不是我的辣椒味，不是，因為柚萍是不是你們在家裡有前置處理那個辣椒？先燙一下，燙過。辣椒的話，一定要先處理過。這樣唔會辣係冇。嘿，還有比較會有形狀出來。哦。容易有形狀出來啦。對。定型，這樣會有隻形，從你按比較會隻形出來。漸變水容易有形狀出來啦，係冇？從喺度切開創細嘅時間哇，哈，喺創哈。啊，佢有乜解？麥片。你係用太白粉哈，用太白粉，但是係用蓮藕粉。哦，蓮藕粉哦，一排到係間麥片誒。你要什麼？可能媽媽 Q 她的比賽等候哈，下一次要邀我媽來比賽。哎，做對了。可是我媽媽不會做菜，你會做就好了。我媽媽做的是媽媽的味道，不是拿來比賽的，無價。無價，好，我哋同街片啦哈。好，現在差唔多誒。差唔多咧嘛哈。我先加油啊！哈，我先加油。這道菜呢，其實有改名啦。改名叫做酸辣湯的料。對，我也覺得。要不要煮湯啦？哎，打個蛋花怎麼樣？對啊，不過等下，因為家下就加沾咧，所以等下我起份抬價款呀哈，就是憑直覺啦哈，各位先生小姐們。他的表情。喊做啲一叔叔改沾嘛。啊，胡椒粉。嘿，胡椒粉還挺出來的。對，胡椒這個沒有。剩蔥花了是不是？沒，等一下我叫那個便利粉。他那叫便利粉啦。帥哥差不多嘞。帥哥，他最喜歡胡椒粉。沒有，那個是雪梨師傅。三名啊，你唔創意呢？該創外邊太鹹嗎？等一下，便利粉加落去之後，這個是煮，你們要做肉包嗎？肉包的料。時間差唔多先表量。倒數了。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麵一關，那部卡張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好了，呀個順時飛筍菇哦，兩家做飯的冇窮用，我覺得這個呢一定是比味道了。看唔真，這張碟。咩比個筍絲切得好油？沒有，剛才講到要適得其所，適才適用。來，我看起來應該呢個筍條凍甜哦。哦，筍絲排先。我以為拍濕濕的哈。哎，個竹筍很甜嗎？哦，它是竹筍好甜，很清爽，我們啲係因為家下係咩加香菇啊，也係加蓮藕粉，那咁我瞄到肚河，就是有肚河的那種會的感覺。真的，你不要一直稱讚我們，就排身呢。你看看你那邊的姐姐，我的形容詞這邊溜到共烤豆哦。覺得他們做的呢？很清爽，很清爽。順冬條，清清淡淡，很養生。而且食出10分年代嘅米湯。試試看藍隊的，看一下。來。好。看起來是凍河蟹。婆千草的哈。對。我蓋的鍋子啦，如果真要講的話。哦，因為俺用哦。東鄉正經。芒是哈，是會睇到蝦米，它就跟5/2嘅梅子。它用嘅就用嘅筍哦。係甜筍，係冇？係甜，所以凍甜。我以為兩個負責分都用到，好像還好。肚河，你要透水吼，我們是用
血脂的心态来做的，感觉出来吼，做得真正都好。这个虾皮、小鱼干衬托出来它那个好像香米爆香的味道。当香。这个都很适合煮蛤蟆。不蛤蟆哎，对。哎呦，真的，当然所以不是只有做酸辣汤啦，还可以做竹笋包。镜头的时间不多了，马上呢先来抢齐师傅抢分数。又来转来哦，看一下胖师傅抢分数。哇！哎，逆转胜，齐师傅抢公平。好，我们本影片我想法是讲，佢甲梅头要跳到真正动吼。你拍到像甲民主馆，佢甲副教分变个冲动，我感觉有唔会啊，是都有拄好，啊，甲有层次感，佢甲虾皮，然后有啊小鱼干炒到有拄好，然后有层次感，然后香菇、竹笋、梅头都有出来。啊，我摸本影片的想法是讲，你甲梅头按个变下冲一点点的染油啊，变一点点，佢甲甜梅啊、竹笋的甜梅还会再掉出来一些些，就会让它更美好。讲好以后呢，胖师傅再来锦上添花一下。好，看你在炒的时间还是看到山珍海味全部都伫位煮的。它伫煮的时间吼，有个米丝有融入，就讲一片的米丝还有咪咪，唔要讲给它咸老甜，佢全部有提炼出来。这是梁家阿姐的功劳啦，因为她在旁边说再加一汤匙，再少一点那种。他们两个的功劳。当然，你讲ให้เราถูก没有。今日嘅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啊！風吹到南村都係得到2分，勇氣鼓氣得到請嘅女架推機。恭喜！好，當然好，咱隨即今日咪做得到1500扣嘅加財金，恭喜！哇，皆大歡喜，啲我看都做到10分嘅好。先來搶一個順地記啦，大家分享一下了解參加有乜嘅心得，老聽下講一下冇？今日來到呢一地啦，當感恩，當感謝製作單位本來有隻機會，本來嗱都係中國學習到高麗菜乾嘅煮飯，學到東西啦，學到，恭喜！來向優皮妹老太太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心得。很榮幸來到這邊與大家一起分享我們家裡的味道，以及就是可以學習到老師跟我們教的一些小撇步。是，恭喜！好，你下咪要問一下吼，咱一個阿姐來到我哋嘅節目有乜嘅感想咯？心地做得老大家講。當歡喜。唔知講高麗菜乾還是做不同樣的變化。韓國的，還有對方的大姐那個料理，我覺得很輕食。對，然後大家我覺得成長空間來學習認識新朋友很好。真正懂吼，又認識到新朋友，還有好多動作的教育的奉獻啊哈。你剛剛叫她大姐，你有問過她年紀嗎？尊稱。好，你下問一下蜜馥姐吼，來到我哋嘅節目有乜嘅感想，就得老大家講咧。今天董凡也來參加這一直之主的節目，跟對方學到很多新的菜色，也學到老師的專長，真的收穫很多。謝謝。恭喜！反正呢兩家做到硬好些咩？係呢個幸福嘅事情啊！謝謝你們。講到董事呢，也特別真嘅有講到報，比如種頭前你做料理，家下你看一關一關呢，然後也報店菜盤睇起㗎，行卡重要嘅呢，就像叫咩油啊，媽媽等等妹嘅，叫我嚟比賽，好姊妹叫我嚟比賽，你係最難得嘅事情。故所急急來報名哦。係啊，比賽時安樣呀，而可以時候，我啱啱看出來吼，馬上到底會變做今年係台中鋪變到今年吼水台嘅人家吼，咁我後來看，哎呦，國家有自家嘅變化，所以吼，歡迎大家急急來報名參加挑戰一下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就會等等你窮下來挑戰來學習，一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